举办已经迈入第4届 YS 一级玩家职场登录计划，帮助过真侪青年朋友顺利就业，成果是相当丰硕。因此，报名人数一档比一档搁侪。4月2号伫 YS 中心举办的一级玩家4点控启动记者会，邀请到劳动部分家人分署长刘邦栋、学界、业界以及企业教练共同的见证。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长官贵宾莅临，一起跟我们见证一级玩家的启动。我们一级玩家的这个登录计划是希望协助我们大四应届毕业生，以及我们毕业3年内的青年学子，还有大3以上，如果对这个职涯的探索，或者是要即将求职准备方向有兴趣的青年学子，都可以欢迎踊跃来报名我们有企业教练，也有合作的事业单位的伙伴，提供很好的职缺、企业参访跟实习的机会。那企业教练会陪伴我们青年学子在职业的探索，或未来在职场上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沟通适应能力，我们会提供给他非常具体的建言。那这个计划非常的成功我们今年报名已经有超过160位。那我们希望年轻学子可以多利用这个计划，找到自己的未来。一级玩家4点控，透过这场关键有力、探索力、求职力、资讯力、适应力甲永续力等课程的规划，帮助青年朋友培养这场必备的素养。除了规划演讲培训课程以外，更具备完善产业接轨制度，帮助青年掌握国营企业专属人才资讯，更有着模拟面试课程，甚至有学员因为表现优秀，直接被延揽入职的。衷心欢迎大毕业，也是当咧找头路的少年朋友踊跃报名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